美国甲以色列联手攻打着伊朗，伊朗上悬的领袖哈米尼死亡。讲伊朗的专家会议已经选出着接任的新领袖，就是哈米尼的第二个后生穆杰塔巴。 这位挂目镜穿蓝衫的查甫人是已经过往的伊朗上悬领袖哈米尼伊的第二后生穆杰塔巴。伊朗的国际电视台初三用消息人士报道，已经和伊朗的专家会议选作是伊朗新任上悬领袖。穆杰塔巴伫1969年出世，北加入伊斯兰革命卫队，后来到库姆森学院教神学，互看作是哈米尼上较有影响力的后生。 I guess the worst case would be we do this and then somebody takes over who's as bad as the previous person, right? That could happen. We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美国甲以色列伫咧2月28空袭哈米尼伫咧德黑兰的住家，哈米尼是当场身亡，夫人巴格尔扎德是当伤不治。查某囝囝婿甲穆杰塔巴的某囝嘛拢总过往。哈米尼在生的时捌表示，应该甲后生排除伫咧接任人选之外。纽约时报指出，穆杰塔巴接任老爸的职位，会互人联想到互新权推翻的巴勒维王朝。不过部分的分析认为，甲革命卫队关系真好的强硬派继续掌权，代表伊朗短期之内未有上大的改变。 Israel bombed the Assembly of Experts compound in the holy city of Qom, meaning the strike to hit while its members were voting to elect the country's next supreme leader. But Iran says the building had been evacuated prior. 伊朗的半官媒法斯通讯社报道，考虑到安全，加上烦恼成员的人身安全，伊朗的专家会议目前已经改做是线顶的会议形式，嘛改用其他投票的方式。不过，伫咧哈米尼的丧礼结束了后，专家会议的成员会举行集会。 完成新任上悬领袖的选举定数。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